大家好，我係 ESG Connect Program 嘅負責人，我叫 Kit。今日好榮幸咧嚟到咧香港品質保證局可持續發展論壇2026當中，邀請到其中一位獲得呢個 ESG Connect 管治先鋒金章嘅獲獎機構力進醫療設備有限公司嘅創辦人阿 Sam。你好，阿 Sam。多謝晒你。同大家咧分享一下咧佢哋嘅得獎感言喎。係咧，阿 Sam 喺開始之前咧，我都想恭喜你，除咗咧獲得呢個管治先鋒金章之外咧，亦都恭喜你公司咧踏入咧25週年嘅喎。阿 Sam， 我見到你都好有準備喎，今日都係啊，我見到阿 Sam 都準備咗好多同大家分享嘅得獎感言嘅，咁又請阿 Sam 分享一下 ，Thank you。好啊，多謝晒 Kit。咁樣啦，首先咧，我哋得到呢個獎項啦，真係一個唔止係一個嘅榮幸啦，仲係一個嘅肯定添咯。咁佢確定咗我哋喺公司咁多年嚟嘅企業管治啦、品質管理啦，同埋可持續發展上高嘅努力，我哋得呢個獎，亦都係唔容易，因為喺眾多嘅嘉賓當中脫穎而出，咁好好咁樣獲到香港 QA 啦，同埋社會嘅認同同埋嘉許咯。好好啊 ，Sam。係咧，阿 Sam 啊，我都知道咧，你哋機構其實喺呢個醫療設備當中啦，比較叫做係比較早期會考取呢個 ISO 9001嘅。咁係咧，喺未來咧，其實阿 Sam 你會點樣將 ESG 啊同 ISO 咧融入喺你營運當中咧？係啊，冇錯啊 ，Kit。我哋咧喺好多年之前咧，我哋就已經係考取咗 ISO 9001。咁之後嘅話，我哋亦都係開始咗ESG。當中嘅話，我哋係喺公司結合咗 ISO 咯，同埋 ESG 兩樣嘢一齊嚟到優化咗佢喺我哋公司嘅管治啦、企業文化啦，同埋環保嘅概念裏邊咧，我哋都盡咗一啲嘅力嚟到去到用呢兩個嘅方案嚟到做嘅 guideline 嘅。好好啊。咁嚟緊咧，阿 Sam 唔知會唔會仲有啲咩發展方向咧，去繼續帶一啲可持續發展啊、嘅環保啊嘅醫療設備產品俾公眾咧？有啊，其實咧喺上次2024年嗰陣時候啦，我哋已經得到咗環保嘅金獎啦。咁今次嚟講咧，我哋喺管治方面咧，亦都得到呢一個金章嘅獎項咯。咁我哋咧其實咧會跟住咧去到做一個環保啦，喺環保度我哋公司都想出一分嘅力嚟到去到優化我哋公司成個流程㗎。咁我哋會係喺我哋供應鏈上高啦，從我哋嘅採購啦，從我哋嘅管理啦、貨倉嘅管理啦，以及去到客人嘅服務裏邊咧，我哋都會係將成個程序嚟講係優化咯。咁我哋亦都會引入更加多嘅環保概念嘅產品啦。有一啲我知道市場上高，亦都係已經有一啲低碳啊，同埋係可以去到對環境好啲嘅醫療儀器，繼續供應俾政府或者係私家醫院啦，或者係一啲安老嘅院舍嘅。多謝你分享，阿 Sam， 都非常之期待咧，阿 Sam 咧佢哋嘅機構咧繼續咧為公眾咧帶嚟更多咧更環保啦、更安心、更加可持續嘅產品去服務公眾噶喎。多謝，再一次恭喜你獲獎啦，同埋25週年，多謝，thank you。